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发了古尔邦节献祭肉品。位于多伊斯堡的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以分享献祭肉品为口号，每年向孤儿和有需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在节日期间，这已成为该组织的传统。今年古尔邦节，该组织将德国土耳其人提供的援助物品和肉品带到了中亚国家。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主席卡拉喀什先生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在德国的支持下，在东亚国家分发了献祭肉品。卡拉喀什先生表示，他们将肉品分发给了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孤儿和寡妇，并称将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妇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强制性节育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批评。据报道，中国当局广泛使用的含童子宫内梯形装置将增加维吾尔妇女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也有证据表明它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例如子宫癌。美国国务院在联合国举办的东突厥散人权危机研讨会上，前集中营拘留者祖穆拉提·达乌特作证说，他以同样的方式被中国当局强迫绝育。他解释说，维吾尔妇女被迫接受此类避孕手术。至于该手术将如何进行以及其风险和效果，当局没有向维吾尔妇女提供解释。手术在粗暴和恶劣的条件下完成。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8月2日0时至24时，东突厥散报告新增武汉确诊病例28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均在乌鲁木齐市。现有确诊病例590例，被重诊5例，重症21例，其中乌鲁木齐市586例，喀什地区2例，昌吉回族自治州1例，兵团1例。尚有1493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武汉病毒在东突厥散的迅速传播，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散营地和强迫劳动地区的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日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将对直接将数据资料持续提供给中国政府的中国软体企业采取行动，原因是这些企业的行为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特朗普7月31日已表示，他将动用紧急经济权利法或发布行政命令，禁止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旗下快速窜红的 TikTok 运营软体在美国运营。美国当局担忧 TikTok 可能成为北京搜集情报的工具。蓬佩奥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视节目上表示，特朗普总统已经说受够了，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针对一些和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软体带来的广泛国安风险，他将在未来几天采取行动。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苹果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今年早些时候，苹果告知游戏发行商6月底前提交政府发放的许可证才能继续运营。本月初，苹果从其中国商店中删除了近3000个未报告其许可证的应用程序，共有29800个应用程序已从中国应用程序商店中删除。此外，被删除的应用程序中还包括 Zynga 和 Supercell 等巨头的游戏。美国宇航局商业载人航空计划的首次载人试航进入最后一个阶段，返回地球，成功地将载有宇航员的龙号飞船送回地球。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了长达2个月的任务后，2名美国宇航员鲍勃·贝肯和道格·赫尔利乘搭 SpaceX 公司的奋进号龙飞船，经历19个小时的飞行旅程，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日下午，在墨西哥湾的佛罗里达州海岸附近水域成功降落，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太空探索任务。SpaceX 成为了全球首家能够执行商业航天任务的私营企业。